从60岁的人唔买了唔得到做案，点都做得开创第二人生。花样同学会都系爱团太高太低，向下挑战唔识做过嘅事情，完成头摆嘅梦想，寻转深度嘅热情同期待。准备了，同能向下展开一场铁拍的追梦旅程。我从来唔是想过，到高中都读到一生年要做伴的好姊妹。毕业过后，遇到事业、家庭，渐渐冇联络嘅。不过做唱做挺好嘅，我也都有得到强下。感谢生命，让我们拥有这份友谊，让我们可以互相陪伴到老。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很忙哈。最近都在忙什么？对呀。啊，累死了，每天都在忙。待会我们一起来画画。好，唱歌，好 ，OK。我拜访的事业太子，因为头摆系苗栗农工嘅同班同学，家下感情都改好嘅哦。不过呢，毕业过后，大家各自以前投入建立家庭，都冇乜睇聯絡嘅。一直到33年過後，因為再個去到鄉下哦，一啲都用你嘅故事呢，我要來問一問。每次画画他都快睡着，今天最认真，看不出来你这么认真。越点越丑。不会啦，哎呦。圆一点的。它很圆啊。嗨，姐姐。Hello。哎呦，你睇畫圖哦。係啊。哎呦，閒情逸致。你幫嘛？你畫緊係帶一堆裝好。今日同好奇哦，如果唔能偷農工家下蠻年輕蠻皮啊，係幾樣啊？讀書唔讀書？係咪啊？大家都做出去了，唔好讀書係咪要兩啥？我係農家人，你睇時間冇時間可以讀書。哦，都不卡磨下。分數做嚟做分數，做生，分數做農生，佢咩本係做嚟我卡做生啊？係哦，我就是這樣學會客家話。哦，但係姐妹佢係外省嘅。係，畢業過後，大概33年再過聯絡個。對啊。哇，呢33年過後，要去到鄉下嘅契機係乜嘅呢？今年哈，我另外一個同學喺台北咧，99我聯絡100，佢就講，我們來開同學會好不好？他就費盡心機、心思、什麼都來了。我連民意代表都去通用誒。係啊，因為家下12年差唔多9年前嘅呢。我就用機芯嚟請以前嘅通訊錄，還有講郵差然後丟掉啊，還有這上面貼一個，我們要開同學會，銅鑼又在郵差，哦，很可愛，看到我那個大天花了不嘛？郵差哦，郵差23年冇啲啊，係嚟辦證誒。哦。我迄人情況去辦都奈去，我直接人機構去好。熱心人士。你說安尼人個講呢？大家攏人安尼講。哦，如果上班房去結果都請到，差唔多43年。因為按叫冇看到嘅咩，他甲看到嘅話就會很激動。親愛嗰隻同學林靜美啊，雖然全部傾向喺到苗栗頭，不過嗬，咩2、3年前冇看過，一看到家下嗬。以前那種感覺全部轉來耶，有一種那種很愛惜的心情啊，就說啊，好不容易我們又碰在一起了。即使當久冇看到，咪傾向當親當好。因為即係兩位，一開始離開係做乜嘅條路？要兩位都做嚟苗栗。我做過同多條路。係啊。哦。後來因為我
爸爸妈妈第二的哈，年纪大了，身体看不好啊，要照顾父母，然后如果又没乖，到后面吵到就没关系，就拜拜。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这样子照顾家里，带小孩，看工厂，顾工厂，然后活到现在。他拉着我最多，整天拉着我去画画，去干嘛的。古总你亚哈巴嘅就係丹華姐搞太假係咪？係。哦，咁我按離婚咯，古總教下吐書，如係唔吐書係搞出來啊？黑啦，色就好白吐。没，嗯，那个是到了念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学画画的。他们2位就是他考了那个中兴号，这是国光号小姐。那我想说，那我要做什么呢？那时候没什么工作，那我就到化妆品公司上班。那时候就考美容师，对美容有兴趣，画画有兴趣，所以我是当美容主管30年，后来就退休。那在这个中间呢，我有做一些进修，就是念完大学。因为我有一个心愿，我在结婚的时候，27岁嫁给我老公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结婚好吗？因为我们认识2个月，他说我们结婚好吗？好啊，好，就这样就嫁给他了。还有用张耶，闪婚啊，你不知道阿迪，我全程参与。对，我就说好啊，可以呀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要50岁之前要念完大学。如係吐到太好。对，现在是念研究所，对，终身学习啦，是我的那个目标，还有终身服务这样子。后来因为我学了很多的画画，我就去教，现在是在我们新竹市的东区乐龄教那个长辈画画。他就逼着我做这些事。雖然有人只講係丹華姐俾伊來強下畫圖，唔過伊咩啲丹華姐如係味道而已，冇按落鬆，我個有精神啊，那會尋到事情係你強下來做，真正嘅好姊妹嘅拍路槍而能40年用嘅，不是如用行通來相互支持啦。我哋一下來到苗栗火車站，後擺。人都係人坐火車上課係咪？係啊。路對人當初因為所長動態嘅啦吼，你啊變動到誒，變動到誒吼。咁人同一個車站講有乜嘅特別嘅回憶嘅冇？有一個愛的羅曼史，羅曼史嘛啥？來，維玲姐哦，來自己換位置。哦，用唔過。假使有愛情故事，當然會放一下壓軸哈。剛剛你宣布一下，來啦，你幹嘛自己畫？路破被刀紅，是我咩啦？知唔知淨係啲頭都有講到講，以前係帶頭，係用嚟帶頭啊？你做板粽啊？做板粽。看唔出來哦，看不出來更厲害。好。咁唔變壓高香咯？變壓高香，因為我媽媽本身係開陶瓷廠咩？咁我都陶瓷廠聽書，後來都大陸開放誒，咁就都轉到大陸去，還有啥物生意嚟咩？我都帶過去，讀到叫做小學畢業，我小朋友都唔肯讀個大陸啦，結果又讀到我爸爸過身。嗰時候我就做國家要再轉來台灣。轉來台灣以後，我都到個素食店打工咩。做到一下。係做到一下。一下係咪做？係哦。我本來退休嘅呀，後尾想想誒，退休又唔知做乜嘅呀？我要自動申請轉移送。係哦，在素食店工作，懂辛苦哈？也不會啦，習慣了。雙胎壓板很辛苦。壓很雙胎壓板。對。剛剛錄領多給羅曼史嘅哦。維玲姐講一下，你給羅曼史係用咩？其實我們3個是每天早上就是南下的火車，然後放學以後呢就是北上嘛，對不對？那我先生剛好他是早上北上，就是在會車的時候哈，跟那個就是打招呼啊。對啊，你會車就喊出來，對，喊出來。你問都唔識，我不認識，對，都不認識他。結果後來是因為有一次剛好我們的火車慢分，他就跑過來就說：哎，你們不是每天在跟我招手的那個，對，招手的那個嗎？後來我們就這樣，就是有了第一次的見面。我先生問我說可不可以交往？我看他看我就同意。不是說而家他來就會鎖定你的哦。對，交往了6年才結婚啊。姑說苗栗車站係人呢給媒人呢哦。對。哇！所以我也很喜歡搭火車，因為有很多很好回憶。對。
上的时间呢，我去讲行业百雄会做马给我，能打最鼓的时间。没想到，你也没想到你当老师，没有想到，哎，没想到当老板。哦，真嘅吼，冇想到。系啊。無論係大家參加過校嘅生活，也係一擺大家在個免費嘅同學會，你哋總係充滿論想都想唔到又奇怪又歡喜嘅事情，等論大家去挑戰。一擺嘅法用同學會，亦都睇下自己會想去進行哪度挑戰呢？他啦，想要做什麼？他每次騎士機車環台行。哇，敦子，這是我50歲以後就開始想的事情。有啊，他每次打電話給我，就叫我說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係啊，哇，你當年做啲超呢？他每次這樣跟我講，我老公就說，等，不行。我老公說不要，對，我們當年咩講做唔得。哦，係哦，你哋冇手係。係啊，結果用聽危險嘅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哎，我們去滑水好不好？哎呦，不行，不行，我怕水。因為我唔會潮水嘅，我們唔會潮水，很好玩呢，在那邊玩呢。做唔得。我以前騎過馬，然後教咩？哪一種的？騎馬。新疆騎的，很好玩。新疆。哦。上海車。可以騎馬嗎？嗰種係有人騎輪啊，嚟對，都是那種啊，幾冇馬挑戰啊，我哋見到，人哋一擺去騎馬，一聽到講冇平常嘅東西，哎，嗰有難途誒。哦，這樣我們達得到你按你天論呢，按你冇馬。這樣我們有辦法達到嗎？哦，騎馬射箭好像可以考慮呢。俠女，對啊。哦。以前我們高中的時候，我們3個是3劍客，因為我們是北上3劍客啊。哦，然後他這邊有班長。哥哥。經過激烈的討論，我哋一擺唔但搶愛騎馬嘅，還會學曉騎輪馬嘅來射箭哦。是講騎馬嘅射箭係傳統馬術，喺台灣做得講最罕見。搶騎馬嘅都會有一定好嘅評分感，韓國對馬嘅行路架下會高大引心愛觀，咪係愛有技耐力能耐又好，射箭架下愛有力來強，再過來一身愛有運動嘅協調感。究竟一擺大家想來有辦法順勢完成向5嘅夢想冇呢？都高練的哦，有你睇過咧，對啊，超級厲害的。接班要準備曾教練，曾教練你好。他站起來站，四隻腳，馬背上打浪上坐，然後他要去抓那個節奏。都可以不用牽嘛？不用，那個就是騎馬射箭，你哪來還有手去控制嘛？所以騎馬射箭就是沒有手去控制嘛，完全要靠你自己在馬背上。哎，這個姿勢就像跑，這個是馬跑步了。哦，是哦，很酷，做夢。可是它的速度不慢哦。對啊。這個速度時速大概有20公里。哦。賽馬。哦。感覺上這個困難度會很高，是因為你目前還沒上馬。那我們這邊玩的，我把它有點定義叫傳統馬術，就是我們以前騎馬打仗時代，啊，我們是經過那個時代過來嘛。各位看過？應該不可能。大家一臉愁容哈，放棄吧，來不及了，男人夠，大家不要逃避。我都覺得那是天方夜譚，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騎馬都係盲點嗬，對我嚟加上殺劍嘅話，我哋冇可能做得到嘅事情啊。既期待哈，又怕受傷害嘅一個心情哈，有時候五味雜陳呐。我們牽馬拉着這個往前就走，往後就停了。你試看看，好吧，把它帶出去。哎，你把它帶出去，啊，往右邊推，往右左邊推。你看，我會覺得不太。抬頭挺胸，抬頭。騎馬的人保持抬頭挺胸，眼睛看正前方就好了。要呼吸哦。哇，其實也不是這麼可怕。沒有，那是你走，那你坐在上面就不一樣。心情如何？我不敢放手。騎在上面就不一樣哎。真的？嗯。真嘅，係咪？我要當警長，真嘅，我輸有些的這個擦哈。誰跨過去？耶！上馬了，上馬了，上馬了。先拉嗎？科比，好，他叫科比這批。好玩，高高在上了。對的。
还有呀，我怎么觉得我在爬山一样？有点赛车。我怎么觉得我在爬山一样？他不走快一点呐！你看我的很乖，你看。手压低，手不要抬高。手压低。哦。一楼是自己来啊。因为冇人我同人牵啊，如此加来。哦，原来骑马是安尼感觉呢。哎，你可以自己骑哦。哎，我放手了啊，这件。我们骑马每个人都很会怕摔马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跟你讲如何不要摔马，就是我推你肩膀，就是你骑马往这边倒的时候，你的小腿这边是会用力夹。对。好，可以撑住嘛，夹得住嘛。可以。对，好，来放松。所以骑马保护你的是你的小腿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你。骑马只有你自己保护自己。那我们在骑马，我们要练习骑马，我们要学习2个基本动作，马2节拍而已。我们跟着在马背上。站起来，坐下，站坐，站坐，叫打浪。另外一个就是屁股粘在马鞍上面，叫压浪。所以你要把你的身体保持坐正，身体放柔软，马才会推动你。保持坐正，保持坐正，头抬高，腰背挺起来 ，up。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紧张，因为毕竟也是还蛮高的，也怕说，假如说做得不好掉下来怎么办？我想说，怎么可能双手放掉？因为连马都还不会骑，怎么可能双手放掉这样子？然后左手放掉啊，右手放掉啊，好，然后在双手放掉的那一刹那，觉得说自己也是很棒。趴下去摸他耳朵，趴下去，摸到他，好，摸到以后脖子拍拍，马脖子拍拍，来2只手去试看看。2只手就有点对，就有点难度啊。2只手趴下去，往前延伸，趴下去，好，脖子拍拍。会不会怎样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下一个动作，膝盖往上抬起来，往外打开，放掉。膝盖往上抬起来，往外打开，往外打开不是踢出去。这样，哎，膝盖往外，对，好，对，换边，抬起来，往外，换边，啊，有点紧绷紧紧的拉，打不开的感觉。正常哦，这个是髋关节哦，我们一般很少会运动到髋关节。对哦，骑马刚好可以运动到髋关节，来，赶快左右两边动一动。我有时候会手跟脚的会没有办法那个运用自如，它大概就是要让我们就是练习那个胆子，有没有？否则我们是紧紧抓着那个前面嘛，后来有比较好一点。脚的动作抬起来，往外打开，可以吗？不够，尽量对，做慢一点，不然会抽筋。好，往外打开，放掉，换边，往外打开。会教人自己还不是一样没有开？上跟地上差很多。来继续做。地上要笑别人，可能对系啊，就讲练习我们的柔软度，做唔到按僵硬咩，腳啊运痛啊，背啊腰啊按转的呀，可能都让我们放松一下。就讲假如身体挺硬的话，对马咪唔好啦。我说教练的意思是讲啊，你要就要配合马的速度，個腳嘅律動，安尼你要就去個放鬆，馬咪較強鬆。好，来双手叉腰 ，up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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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， 不会怎样了。好，身体往后，好，来试看看拉弓射箭。哎，对，拉弓射箭的动作，来边走边做。哎，膝盖不要夹，用小腿拉弓射箭的动作。来 ，Angel 快步 ，up up， 飞起来了 ，up up Angel up up， 好，来拉弓射箭 up up， 慢一点，动作不要太大 ，up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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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， 继续 Angel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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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。睇下佢堂嘅教練講嘅時節項啊，可能睇下嗰種嘅義父吼，我感覺佢創作唔到。我更加理論上去啊，如果教練想一本睇下同馬一個數噶，可以去來去創做的。啊，教練一本睇下做嘅動作，伊能也做得出。雖然好多像簽名字一路講吼，其實伊嘅腳下來有幾百年，因為行係會出力。唔過我感覺伊能都係
地板上去路做一段呢，其实比我想象嘅好诶。啊，只係压下冇真係把那姜豚嘅煎呐哈，唔过我看人呢，动作都做得出来啊，我压下感觉喜乐观。不会怎样？下都都是动通呢。一般人哈就会想讲，冇可能做唔到啊。实际上冇去吃唔抵，唔去吃过后唔做抵嘅，这种嘅感觉就係我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情。冇想到能練音樂天，大家都唔會講騎馬嘅嘢，還因騎輪馬嘅人做出殺箭嘅動作。只講挑戰自然唔係按嚟比呀比嘅呀，韓國人呢睇四百米等論大家呢。左线预备，右线预备，全线预备，开始射击！我的直接在手上哎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！我有！快点！啊！我射到你的那边了。掉在那边，太轻了。太惨烈了吧？是不是也要摄影师？夹腿！哎，我比你还好一点。教练已经笑出来，教练来救我们啦！教练。好，我先用玩具弓教你们一下。好，搭箭的时候，好，把箭搭上去，把这个放在这个我们叫箭斗，把它烤在箭斗这边。用漆的方式，一个手指的指节烤在这边，另外一个手指指节烤在这里。好，你的箭就已经被你扣住了。搭箭的时候可以用左手的拇指把箭扣住。好，扣住这样比较好搭箭。往前推，左手推，右手往后拉放。前推后拉就放箭。我们在马背上有速度，所以我们打的靶是大概有打中靶就好了。感觉哈，看电视上当个动轻松啊，我下就去甲做伙都难的呀。因为艺术唔对一樣去裝機咩，個拉弓噶哈，唔對一樣出力啦。夾桶。主持人哈，这个用动物信心呐，很有用懂挫折感呐哈，就像用因为硬杀都杀唔到。左手往前推，右手往后拉，拉到嘴角，啊，对着放。你的手不要那么高啦。就这边平行往后带。可是它这样翘起来。哎，不要翘，平行往后带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教你。这个要卡进去才行。对，再往这边抵一下。右手抬高，拉。对，拉，看你能拉多少，然后拉到不行就放。再拉。再拉。终于出去了。哦。看可以拉多少。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是看到说他怎么拿弓而已啊。那他对的那个弦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，还有他的手怎么放。那经过他解释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手是要怎么样拉弦，好才射得出去，它才会正中靶心。压力给你。加油！很准吧？这磅数的问题真的当难来。3个礼拜以后哈，还真的很好玩，射箭比骑马较好搞。虽然咱开始家下演做茶，不过练，大家路成功上线，屯箭杀出去。不过实在唔敢想象，等到骑马的屯杀箭结合强下家下，又会有按顺序无呢？手抬高，射箭动作做好。对，好。我们那个验收的时候，我们的靶的距离跟我们骑在马背上的距离大概是6公尺，然后对着中间靶的地方射哈。哦，没关系哦，没射好没关系哦，射完往前。哇，射不到。
都没射到，你射到了。哦，是。哦，跑到了。啊！飞过去了，我一跳。底部会发出吃到，距离冇按远，结果去到室外，吃到那种距离较远用的，可能出力的方式又冇共样。今日有风动态，跟日头有动力，变到讲我就爱看个把就还冇按准，应该是印沙印好的，我按用印沙印快咯。都是唔知会沙一准嘛。好难吼，很难。嘿，明明都平用安尼的语言的吼，感觉难听哪呀？加风有风，拱线呐，拱线后要瞄准它。一条跳不来。哦，一条过来。哦，不是我们俺的技术的问题，都是大自然的问题。我讲我现在呢，其实俺呀溜皮过后，都会痒痒的。哎呀，会感觉痛。沙尖刚好，我输出几个溜皮，40个同学全部出血的，全部溜皮的。我吃到迄姿势不良啦，可能安尼沙出一个唔拄好，都撞到个塑胶的地方啊，可能都安尼一直摩擦都变都溜皮。俺知道啦，做么个事情一定就会要付出代价的。教练讲，在树上是应该的，我们多练习，磨到它皮厚厚的，它就不会受伤了。本个环境来练习，睇架沙尖，如架改唔准的哟。舒风的时候，咪引来引导，睇架难免会感觉系拄到壁嘅。你到一半也要睇下子，不用轻松一下。教练还贴喺准备嘅一个表演哦。哇！厉害啊！加油！还厉害哟！不难嘞。那个属于马背战斗文化的那个是以前我们古代骑马打仗时候用的。现在要做的是速成班，就是骑马射箭。最后我们验收的时候是在马背上，而且不是慢的，一定是有点速度。怎么可能？应该有可能，只要箭不要乱飞就好了。呀哈呢，我还睇三浦，已经有这呢，睇教练1对1教伊人去绑个来球，不过箭还蛮睇个数控啦，更加如去训练。一开始看啊，唔会感觉，是会感觉又难又简单，我前面有感觉，就唔是讲，假使做啊个夹啊，又会给来球杀箭，唔是做得到么？更加更有颜值。伊个马爱路做啊，够夹的，他把会听到有尖叫声。骑皮皮头抬高，不要一直往下看，马没有跌倒。你看那么久，马都没跌倒啊。好，慢慢把右手放开。哎，对，不要往下看，不要往下看。再来放手，慢慢放手。好，慢慢拉弓试看看，不要管马了，不要管马。对，好，对，很好，再来一次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行噶哈哈。啊，这个动简单，马的做开脚头会噶哈哈，你身体全部都硬挺去，得来得去，得来得去啊，你就动紧张，紧张落去唔敢表数，真嘅唔敢。练呢，天会当敢表，真嘅要练习。教练讲，不错哦，然后心情就会更有成就感的，是吃的讲，还没做得到。做到耳朵、肩膀、屁股、脚后跟在一个垂直线上，耳朵、肩膀、屁股。这个骑马也是不错的运动啦，要不然的硬骑硬顺的咩，就知道，其实骑马还没好。跟老板教的那个诀窍，就肚子放出来缩进去，这就可以把你的肚皮给缩下去。你只要敢，你就可以去参与，不要计较年龄啦。你觉得可以去做，你就放手去做。
我就觉得就会有很大的收获。头都看的教练示范啊，敢不敢用呢？不可能，冇可能啊！结果俺的头都有练过，在我国家的陆地，头个要保持平衡，都冇咁简单的咧。俺我讲我杀钱，大家有冇按时冇慢年会闲啊？杨德华，你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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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你还真给起上去了。眼睛看着前面就好了，我会帮你看嘛。好，来，手慢的来，开始搭建。你是这个配的。好，可以的就射。你的手抬前面，手没抬起来，把手抬高，把手抬高。up，好，下一支，准备来喽 ，up，来喽 ，up，快点没办法 ，up，右手抬高，射，哦，你又要管那个马，不知道它会不会跌倒。等下他又要转弯，因为我们会要转弯的动作嘛，他又要转弯，我们又怕他说会不会把我们给摔出去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们要放手，然后我们最主要是你拉旋的时候又对不到那个洞，哇，真的是这个是一大挑战。好，打到。真准。好，我要把马加住了，来，Angel快步。up，啊，准备射 ，up，再来 ，up，这马很听话哦。我上的迄较简单，你马的当方两只手不用太沙，也正经还要调试一下。不过我知道没关系啊，就练习啊，就按呢练啊咧，沙中甲他个成就感就当好。Angel，拜托你。看你其实一简单哈，去个抽双膝嘞，真是可以是绕圈圈个哈，哦，真紧给我紧张哦。哦，你的弓已经卡在那个马鞍上了，把它侧方出来。啊，对，好，来射，对 ，up，你先，然后你等下要赶快转起它 ，up，根本都唔記得講，我騎到馬吼，迄腳很慢，根本都冇嘅，都印象講，腳老給將趕快把它扣住，然後把它發射出去，就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箭上面。好，準備來，好射。右手抬高，左手低一点，射。Angel up，速度快还比较好，再来继续。不要管马，继续弄你的搭你的箭，不要管它。up，看靶，射。up，对。up。做一开始没冇马信心，做有练习几下摆的哈。其实做马事情有两有地道以后哈，多练习按样做应该做会越来越好。眼睛看着靶，拉弓射，对，很好。up，对唔到啊 up，真的是对不到啊！来不及就来不及 up。
来不及，哎呦，好烦哦！1、2，加油！哎，好烦哦！头一摆骑马的沙尖对大家来讲，當真係會加油啦。自講教練有講到，也唔單淨係技術優良嘅問題，一定重要嘅係會多同馬嘅培養感情同默契。所以我哋嘅聽跟訓練師不用下來了解下，帶輪馬去溜溜啊交流一下。可以拿的是buffet，自助餐，婴兒替版哈，舔馬哎。你们的宠物好大只哦！哎，我还第一次带我的那个这么大只的，真的有培养感情的感觉吗？本来刚开始来的第一天有点怕，嘿，现在都觉得说，他们实在太可爱了。这里要再按我走，说话嘞哈。哎呦，你舒服嘛？啊，按很舒服哈。哎，你看按你哈，你看按你马比没懂比你心哈。你看鸭子乖乖从来的管理饮食哦，哈。哎，兩個姐姐，你有面子冇？有哦，那咁齊下。哦，你睇係時髦係咪？咩時髦天天啊？哦，那係少陽啊，刷灰塵啦，跟住哦，看起來真係有個啲哦，槍啲嘛，個槍哦，加等下再皮膚吧。係啦，他剛剛怎麼拉不回來？唔衝動呢，哈。媽來，我們洗好了，我們洗好了。奶奶，我的 Angel 有帶，那我們要帶過來，我們要帶過來。哇，帶你香哦。我想問人啊，都見安尼，人哋要不安尼挑戰，是有後悔嗎？沒有，哇，值得。係哦，所以人哋有講到呢，萬歲係咪唔能賞灑混蛋3劍客，係咪？還有你係俠女，係咪？對啊，要用啥？那個俠女。哦，俠女，格格。啊，你英雄當中嘅對方啊，你對面對人嘅嗰種感覺形容咧？做強樣啊，要冇馬邊，係啊，國線做強樣冇馬邊咯，老頭擺強樣，我好講佢都見下睇味啦。他吃完了沒得吃啊？好，雪梅姐咯，伊形容哪一年？佢好講吼，佢唔敢參下人做，敢去翹課，敢去動鬥事情，啊，唔過佢就在旁邊點火那種。哦，哎，啲咪好多動槍講哦，報錯嚟。哦，啊都有下咯，係喺強樣下，係喺點火嗰種下。差唔多啦，哎呦，冇馬邊啦。嗰種蛋花姐青菜檔係咪？嗰種入嚟如果講我講，哎，後輪嘛可以挑戰的，如果我蛋花姐，那以前如對，哦，你講蛋花都喜歡嘗試，對，頭好搞啦，係啦，他很會鼓勵人。哦，對，什麼事情都說啊，你可以，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優秀，優秀，哦，優秀。哦，剛維玲姐呢？準備黑啊？你係咪我會考慮很多嘅這種？對，他考慮比較多，因為他的那個就是偶像包袱比較大一點。哦，偶包哈，啊，這個是那個校園美女會有的偶包。等下先。啊，廿八夜一個挑戰笨蛋可能輕強，維玲姐會輕手。係啊，輕手啦。唔會輕手。媽拍雜。有這個見面的大家，特別啲好食相互嘅緣分。18夜挑戰，大家咪潛歸透過做學生嘅時期，向下神盲讀書嘅感覺。明年都一定想要上游去到馬場訓練，路上軌道嘅寒世界下，向下坐火車去學校讀書嘅情形。
人多哦。哎呦，我都妹妹，哎呦，妈都讲的哦。哦，这批着装哎，哇，安尼个游泳鞋。哎呀，他冲哦哈。嘿，个冲哦，很像要决斗，就是没办法科技假装。要引导我们。你用得到，嘿。哎，妈个，要戴假发，不然我们这你准备的。对。你头发抹汗发走还准备？你有，你戴，你有，不是这个比较大吗？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这是接一个头发在这里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在那个群组有 PO 说我们大概会穿什么样的衣服，然后我是觉得说这样可能头发没有那么的搭配，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还是用帽子，然后编辫子，所以我就在家里加工，给大家一起在今天的时候一起上场表演这样子。这家sản婦做落去就动枪真紧，像你天样地度的侠女哈。做落去哈，规个就变到侠女的，个气势就出来了。就好像我们3剑客回到高中的时代，好，那带着我们的哥哥，我们就一起出征来去骑马射箭。哥哥装作上去哈，就知道有安的感觉了。不过我的今日都正式上场哎，万一发生乜个事情哈，出车啊呢，就可能都中间有乜个。闪失跟乜嘅呀，哎呀，就用个啥？来，等一下，一共一个人3支箭，3支。第一轮是用慢步的，慢慢射。好。然后第二轮射之后要加快点练快步，然后第3箭也可以一样用快步的。第2轮是2支。哦，第2轮是2支。这样打就好。哦，真的。教练那么低估我们是不是？我们骑马的3箭嘅考核2思路的开始，考核规则係每個人有5支箭，分2輪來殺，5個人總共有25支箭。大家加起來是會殺中18支，如算過關。哦，對，哎呦，加油哦！體驗來個較好，啲上馬就強啊，很確定，唔敢飆啊，還會一直調整自己的律動，放手，其實真的不會怕。耶，旅游啊！原来想象的可怕，实际上做唔可以讲，真嘅當好噶。哦，紅色咧，加油哦！1、2、1、2、1、射！哦 ，AQ 用哎，泰嘎很有默契。有。从认识马，一直到说真的敢骑上去，而且还可以放手了。回想起来这几天的努力哈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。瞄准，顺着他的牙，身体啊！哦，随便乱射。Yes！ 每個人有色咧，我哋主要也就跟親戚朋友講啊，今日要正式哦。結果叫到常務主任嚟鼓勵加油，今日一天要卯足全力哈，要好好的殺，哎呀！有都管哦，紅色，好，第一集哦。哦，藍色咧，靜蕾姐來個黃色的。作弊！啊！都想啊，慘了，要完嘞！
就有点过意不去吧，因为也算是成果展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拉手哦！加油的确有差。将军加油！将军加油！将军加油！今天的成绩都还不错，基本都上靶了。基本对不对？第二轮难度该升级一点，原打黑色里面的，白色不能打，稍微变小一点点，对，难度会稍微难一点。加油！哎，快步哎，快步哎！你看他跑很快哎，快！快！啊！黄色！哦！你是你哦，加油！一点。哦，蓝色，厉害！哦，红色，耶！厉害！哦，没问题，加油！啊！全雷打哎！比哥全雷打强。加油！准备，可以。哦，红色，耶！应该上期要过2题安尼，都过关嘞。好，到他准备了，加油！加油！黄色，1、2、3、7。啊！所以那2件要讲都很响亮。2件就可以。最迷啊，2件哈，如黑自然解如爱大刀哦，原来那有去给到，如果要阿六可以也省哈。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要讲，不要跟他讲话。哦，好啊！因为我不能讲话，所以我不能讲话，让他专心练一下。来。到了！观众朋友，如果只有看这边，可能以为我们在看棒球比赛，没有。嗰種真見佢都全壘打喎，紅虎浪，耶！很波喲！冇上愛有壓力，上去個下行喺中央，我哋嘅精神專注全部啲攻到箭，啊唔可以想講殺係中殺唔中，就直接來嘅就中間轉嚟。耶！歡迎！有演技，凱旋歸來。剛剛全程看着哈，然後我們的第二輪有沒有超乎你的想象？有，我們真的沒有想到那麼高潮迭起呢哈，就是真的是最後剩下2件一定要中2件。對。嘿，謝謝教練的訓練。那其實應該很少人像這群姐姐這樣，只是練個2、3次，哦，就真的是跑起來騎馬射箭，哦。哦，每个人都有所谓恐惧心态，我们在教他一些在马背上的一些小技巧，更可以跟马在一起的互动，玩法很多种，就是看你想用哪一种心态来跟马接触。因为骑马这个就是说，让我们的全身的大小肌肉都有做一个运动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就是中老年的一个很好的运动。你做的拍的美美的照片，录影录得很帅气，这个呢看你们心情都好。只要我们还保有活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60岁算什么？
我们60岁还有很多可以做的，就会觉得说，怎么讲，蛮感激的啦。嘿，不行，我会太激动。我是想到说，这个友情不容易啦。毕业以后，大家都各自有家庭啊，哈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他们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又这样开始这样玩在一起。虽然是高中同学，但是能够有这种感情，我是觉得应该是很难得。大家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应该很珍惜。